接下來要溜溜嘅離開台上線，去到苗栗銅鑼客家莊，視看那裝扮嘅法國船。克拉克伊本單係媒體人，做過新聞，做過 DJ， 更加沙睇苗栗銅鑼落錯開法國船堂。嗰度人滿意，農委屯按高級嘅法國船堂，佢也睇按草地客家莊呢。而且講，伊係客人啊，客家莊又有法國南部嘅風情，做嘛唔睇佢開呢？而希望透過自家嘅小船堂，推動天天嚟食，歡歡嚟過生活嘅態度。公主客家莊我出菜咯！香煎苦力嘅係漢堡菇，柳丁鴨香菇肉係羅黑醬，鳳酒燉牛肉係番薯醬，香煎海帶係青菜。我覺得可以來嘗試看看，是值得嘗試的。客家田橋風請有法國味，就是很特別了。就在這個田野裡面能吃到這樣的一個，我覺得是蠻有意思的。食點法國的料理，看出去它係台灣田中下的風景，也特別係睇苗栗銅鑼的法國船堂。我是在地的客家字梯。我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回來了之後，學料理跟甜點，無非我就是希望回到故鄉，開一間很溫馨、有溫度，然後很用心去料理的小餐館。原來係做媒體的克拉克，是一個70人的國家，考試面試的佢，佢聽中年專業。今年2月咧，佢開一間法國船堂，目前嘅態度是沙縣嘅客家莊。我除了法國的料理、精緻的美食料理之外，我想推廣的是一種慢食的生活態度。來到客家莊，沒有不可錯過的約會，慢慢的品嘗食物的原味。全時咩睇準備甜點，做地方嘅某個地度菜湯凍體館，某個地度嘅食材嘛剪到雞雞館。看得出動作示範時間未切無限，其他嘅做下地度，做地講攏係苗栗在地嘅行人。我們的工作人員全部都是我們苗栗在地的子弟，一起來為苗栗打拼。我媽媽是客家人，愛講客話。佢係廣僻縣苗栗後龍人，係其他嘅喺法國藍帶廚藝學院嘅時節嘅學子，大學讀嘅係傳播，畢業以後撒走到法國去學做廚，問佢有冇這個回到鄉下來。佢生嗱講，我就係鄉下嘅人嚟啊！而且我住後龍海邊那邊，所以我也是鄉下的小孩。苗栗又沒有，剛好沒有這種餐廳，所以在苗栗做，可以做成是苗栗的唯一。這邊很多苗栗的小孩，他們都是因為家人待在這邊的，他們不會去台中，不會去新竹。一個上到江嘅客家細阿妹嘅，唔單唱其他留下來嘅，還將受過正統法國廚藝訓練嘅板客面帶回到台灣來。OK， 現在我哋3個鴨，1個5分，2個7分，1個牛排5分，2個熱鹽5分，可以嗎？高溜用一點唔正嘅花語睇做下嘅指揮嘅，就係傳統嘅主廚，為愛走天涯嘅板客面，克拉克做下地位為一個愛人。I come back here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the world actually, and I have a good opportunity because I met her in France. And so she proposed me to join her to come back to Taiwan. And since I wanted to see another culture, I decided to join her. Not for love. Yeah, let's say for love then. 你被騙來的嗎？ You come here because I like to use or come here. You lied to me? 沒有。愛情係板客面會來到客家莊嘅通歷，唔過本期印象最深嘅，係係行人底下好好食食嘅東西，韓國對人親人嘅態度。I think the most surprising fact for me was when I arrived in Taiwan, especially here in Miaoli, is like the fact that people welcome you and the fact that they really take care of the food. They don't want to waste any food actually. 我覺得台灣人比較好。可能係食法連盤，板客面係入種水熟，將客家精神帶入到法國菜地位。我們板客面將法國菜按精緻嘅料理，搶起食材最好嘅部分來用，全食材嘅運用會同家嘅專業訓練夾唔到嘛。In France, as she said, when you work in a restaurant,
people don't care about wasting that much. Of course they care, but less than here. So they just want to give the customer the best they have. So if they have to waste a little bit of the vegetable or of the meat, they wouldn't mind as long as it's good for the customer. Here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I feel like it's important to eat all the vegetable and to waste really the minimum possible. So we try to do this here actually. 这个是香料蟹肉佐新鲜葡萄柚，然后用我们在地的食材是台湾特有香味的芫荽。古所傳統嘅法國菜有嘅台灣米，香煎苦力嘅皮嘅係台灣菜地嘅漢堡菇。我们是用法国的技法，然后融入台湾当地的食材。前面的菜有些芋头啊，还有一些台湾才有的东西，就是其他的法式，如果我比较正统的法式餐厅，应该也比较难这样子结合。同時，佢平常嘅不會番薯麻油嘅法國米。我一直觉得说，台湾的地瓜跟芋头，它是非常的美味，都一点都不会输外国的 potato。但是外国的 potato 千变万化，好像就比我们的这个芋头跟地瓜高级了这么一点。菜地嘅食材，法國嘅功夫，用喺法國傳統地位，有一些都達唔到，三模樣又達對。竟然会有芋头，然后他们的前菜汤竟然是用稀饭跟蘑菇，就是做一个融合的方式呈现给我们，吃起来蛮特别的啊。竟然可以係法國傳統，對特步嘅要求還係有法國菜嘅堅持，各有各嘅條路，一沙做一行，堅持食香味，一天愛擺到醬。就連做好嘅菜對做下送到10分鐘嘅時間，嘛愛算到準控制溫度，愛本人客睇錯嘅時間，使到料理最好嘅味道。像汤，我觉得就非常好，就那个温度，就是你吃下去，你不会觉得烫，但是也不是那个冷掉的。巴黎嘅鐵塔就到那睇客家天橋地位，對中國式嘅木雕門落到法國傳統，做下地位又對法國來嘅主廚韓國苗栗菜地嘅行人，傳統嘅法國料理披嘅係台灣嘅食材，其他客希望透過佢嘅做下，做出融合各種元素嘅法國菜，喺客家中延續南法嘅風情，紛紛嘅食，紛紛嘅過年嘅食法態度。